之前提到幫 Truffle 買寵物用品嘅時候，我最擔心質素參差，所以喺選擇購買途徑時特別小心。大家可能一聽到水貨就會誤以為係假貨，準確嘅叫法係平衡進口，佢都係由外國原廠正規進口直接到香港，只係唔經中間嘅本地代理商，所以問題唔係水貨定行貨，而係你喺邊度買，個渠道又可唔可信。呢一款 Truffle 用開嘅 Signature 白牙石膠一樣都係韓國原廠正貨，成分同埋功效都係同診所所賣嘅行貨一模一樣，有效溶解無害嘅牙菌斑同埋牙垢，預防口臭同埋口腔發炎嘅問題。但因為少咗代理商嘅包裝同埋宣傳等費用，價錢會比診所更加實惠。買無害用品想買得放心，可以去 Princess Paradise 度睇下，佢係一間寵物用品專賣店，有實體店俾大家到店選購，有多款健康糧、小食同埋寵物保健品，睇得到摸得到，俾到品質保證奴才。另外仲有網店方便選購同埋補貨，無害用品買平衡進口唔一定有問題，好多都係100% 原裝正貨，最緊要揀啱好似 Princess Paradise 咁嘅可靠渠道，就可以買得安心啦。